来看元旦迄天哦，有民众伫新北市石门的迄电厂的附近翘高链劈车，搁一边放烟火。另外伫饭点的时阵哦，各有民众伫新北市立中苏方道，坐伫车内的人哦，手提烟火射出去车外口，是真危险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唔难处罚，嘛涉犯着公共危险罪咯。一台普色的箱仔车驶伫苏杭道，一日车队人头手拢皴出来，看伊手提物件一直喷火庆烟。隔壁这台黑色的轿车，一日车队人也是同款手皴出来一直放烟火。之前是有看到，但是最近比较少了。他就是边开车，然后后座可能有人拿着那个小型烟火。这种危险的情形是出现伫新北市三重埔，初一透早12点外，两台车驶伫立中苏杭道。哪驶哪放烟火，虽然警方无接到报案，不过即马主动侦办，相关会当罚超过18万，也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侦办。民众手持烟火对外发射行为，已明显造成公众往来之危险。本分局目前已锁定涉案车辆，将主动介入侦办，处以最高新台币36000元罚锾。另将通知消防单位依照爆竹烟火管理条例，处以最高新台币15万元罚款。另外，伫元旦即天，也有真侪台乌多摆小约伫咧东金公路去抢附近驾车，唔那是骑车翘高点，一个哪骑车哪放烟火，真危险。驾驶重机车未戴安全帽，沿线单轮行驶，并且施放烟火等危险驾车行为，将依违反刑法185条公共危险罪就办外。也会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来开罚。民众看年转过头正超过，用这种危险的方式伫咧庆祝，无顾别人甲家己的安全。新的一年，若讲是会受到罚单，也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